當 AI 能夠將任何嘅語言翻譯成英文嘅時候，我哋仲要學英文咩？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問題。喺呢個問題上高 ，AI 提出咗自己嘅睇法。喺呢一個影片入邊，我哋會重點聽下 AI 喺話要學英文同埋唔需要再學英文嘅解釋，仲有睇睇 AI 嘅幻覺。英文幻覺係叫 hallucination， 喺我哋人類世界入邊，幻覺係負面嘅字眼。點解 AI 會咁樣自我標籤呢？我哋仲會了解一下專業人士喺呢一個話題上高嘅見解。首先，請按訂閱以幫助呢個頻道生存，再按 like 同埋 share， 多謝晒大家。我哋先睇睇 AI 講話唔使再學英文啦，背後嘅解釋係點樣？着 AI 嘅快速發展，學英文嘅必要性正在減少。如今 AI 翻譯工具已經非常先進，可以翻譯幾十種語言，從文字到即時對話、谷歌翻譯、聊天 GPT 等等，令人越嚟越唔使依賴英文嘅情況下生活、工作同進行國際交流。呢種轉變具有深遠影響，佢令到全球互動變得自主化。例如，印度農村嘅農民、巴西嘅學生或土耳其嘅企業家，現在可以唔使接受多年嘅正規語言培訓，而獲得基於英語嘅學術資源同埋商業機會。AI 充當即時翻譯，打破語言障礙。另外，學習英語所需嘅精力、時間同埋成本都相當大。如果 AI 可以提供即時翻譯，咁企業同埋政府可能會優先考慮其他非語言技能嘅投資，例如編碼或批判性思維。喺好多情況下，人們會選擇繼續學習自己嘅母語，用 AI 嚟彌補溝通差距。仲有，多語言 AI 正在提升非英語嘅語言。AI 唔會逼每個人都用英文，而喺創造一個多語言嘅世界，透過科技使所有語言獲得同等嘅力量。所以，雖然英文一直都好重要，但喺呢個 AI 嘅時代，英文嘅必要性正在下降。未來英文可能再不重要，因為 AI 將充當翻譯神器，令人類能用自己嘅母語參與全球生活。等等先，另一方面 AI 仲講，我哋人類仲係要學英文㗎。聽下佢點講，點解我哋人類仲要學英文呢？先進嘅翻譯工具同埋多語言 AI 助理不斷湧現，但英語依然主導緊全球嘅交流活動。佢係科學、技術、商業、航空、外交同埋互聯網嘅主要語言。好多研究論文同埋國際新聞都係用英文發表。喺出席國際會議嘅時候，如果缺乏英語知識，極可能會處於不利位置。AI 翻譯功能包括有：一、基本文件閱讀，例如理解新聞文章或電子郵件中嘅一般含義；二、隨意對話，例如訂餐、問路、社交聊天；三、即時翻譯，例如喺旅行或快速溝通嘅應用程式。就算係咁，好多先進嘅 AI 系統，包括編碼助手、數據分析工具同埋生產力平台，都針對英語進行最佳化。一方面，翻譯工具不斷改進，但另一方面，翻譯工具並不完美，好多地方都仲係有錯漏同埋失誤，特別喺微妙嘅意義層面、幽默、習慣用語或文化參考層面上。人類需要直接理解英語先會確保溝通清晰、準確同埋可信。即係話，雖然你係可以減少語言障礙，但你係並不能消除人們對英語能力嘅需要。英語仍然係通往無數機會嘅大門，學習英文所增加的價值遠超過機器目前所能提供嘅價值。英語係未來幾十年內繼續喺全球嘅語言主導，而流利英語與競爭力依然環環相扣。其實而家每個人都可以對住部手機講嘢，
將手機當作翻譯嘅工具，只係需要對住部手機，用自己嘅語言講啲嘢，講啲內容，之後點擊一下，手機就會變成一個專業嘅英文 email， 甚至冇係文章。如果啲 AI 可以做到咁樣，點解我哋仲要嘥時間去學英文啊？語言學習似乎已經係過時啦，甚至冇係冇必要嘅。喺呢一個 AI 嘅時代，呢個問題變得極具挑戰性。雖然係咁，但係好多專家都出嚟講，英文仲係好重要㗎，仲係好需要去學習㗎。佢哋仲俾出自己嘅見解。AI 確實正在改變我哋與語言互動嘅方式，但佢並冇消除我哋學英文嘅需要。相反，係今天競爭激烈嘅世代，英文變得更加重要，因為英文仍然係知識、商業同埋創新嘅世界語言。能夠流暢使用英語係你打開人生大門嘅重要鑰匙，呢個係 AI 無法取代。AI 係一種工具，而唔係替代品。喺我哋父母同祖父母嘅年代，學習英語必須要有厚厚嘅字典，又要查閱單字意思，又要記住文法，學習過程又慢又費力。如今，聊天GPT、Google 翻譯等 AI 工具可以充當快速智慧字典。佢唔單止可以顯示意思，仲可以立即翻譯句子、檢查語法、生成樣本、模擬對話。就算係咁，AI 仍然只係一種工具。一本加強版嘅字典，除非你主動參與，否則學習唔會發生。你可以用 AI 嚟提高你嘅英語水平，相比上世代速度要快得多，但如果你自己唔練習，你就無法提高流利度同自信心。英語仍然係世界語言。AI 可以幫你翻譯，但AI唔會停止世界運用英語。事實上，英語依然係全球重要語言。喺科學技術上，絕大多數科學研究都係用英文發表。如果你正在學習醫學、工程、生物或人工智能本身，你會發現好多最重要嘅資源都係來自英文世界。喺醫療同健康資訊上，無論你係專業人士或只係尋求可靠嘅健康建議，英文網站或期刊往往擁有最新、最準確嘅內容。喺商業和金融上，全球金融體系、大型跨國公司同貿易談判通常依賴英語交流，尤其係北美和歐洲。能夠聽講寫意味着你可以直接獲得知識，而無需等待翻譯或冒着翻譯失誤嘅風險。AI 並不總是可靠的。雖然 AI 可以利用語言做出令人驚奇嘅事情，但AI距離完美仲係遙不可及。AI 翻譯失誤並不少見，特別係喺技術領域，甚至諷刺文化。AI 翻譯可能產生誤導或過於簡單。喺實際交流上，AI 並不總係能識別社會規範、禮貌程度或語氣。喺專業環境上，如果過度信任 AI，風險肯定存在。溝通不良，即使係好少嘅溝通不良，都會導致錯失機會。懂英語能令你喺任何情況下掌控局面充滿信心。英語開啟全球機遇。另一個重點係英語嘅經濟價值。例如美國同埋加拿大係北美洲，仍然喺世界上最大嘅經濟區域。如果你想喺嗰度工作、學習或做生意，好英語係必須。即使喺非英語國家，英語都係必要嘅。又例如喺歐洲，一般要求4國語言，當中英語係必須語言。喺亞洲、非洲和南美洲嘅跨國公司入面，英語係工作語言。許多網際平台英語內容都係優先考慮。因此，雖然你係可以暫時幫你適應英語環境，但掌握英語會令你迎來競爭優勢，有更好嘅薪酬機會同更多便利。AI 係學習嘅夥伴，而唔係捷徑。AI 使英語學習比以往更快、更個人化。你唔使等待老師或課程，你可以隨時隨地學習。但要真正受益，你仍需付出努力。重複練習，保持好奇心，係真正的關鍵。語言嘅情感與人文價值。最後，我哋必須記住，語言係人類嘅共同財產。
因為語言係情感、關係同文化嘅認同。當你學習一門語言時，你不單止獲得一項技能，你仲獲得一連串聯繫。關於幻覺 ，AI 自己嘅解釋，好多嘢發生錯誤嗰陣，都會用幻覺呢個詞嚟形容自己。例如，發明咗個來源，AI可能會話呢個係幻覺，即係產生咗個唔準確，甚至係非真實嘅資訊。而呢個現象喺人工智能術語入面被稱為幻覺。換句話講，AI用幻覺嚟承認呢個已知嘅限制。再講得明白啲，就係當你係幻覺嗰陣，佢就會用一個非常有說服力嘅猜測去講你知，但原來係錯嘅。結論：雖然 AI 極大地改變了語言互動嘅方式，但佢並不能消除學習英語嘅需要。與30年前相比，AI 就像係超快版嘅字典，提供咗一種更聰明嘅學習方法。但英語仍然係全球嘅主要語言 ，AI 仍然無法取代人類嘅語言能力，尤其喺科學、醫學、技術和商業領域上。懂英語，能流利地使用英語嘅，仍然係打開世界之門主要鑰匙。現今嘅學習者不但不感到沮喪，反而處於有史以嚟最有利嘅狀態。有咗AI作為學習夥伴，學習英語唔單止唔使獨自學習文法，佢仲會幫忙建立信心，接觸世界，幫助你為接觸未來做好準備。在呢個未來，溝通仍然很重要，而且永遠都會很重要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請大家留言、訂閱，多謝支持。